Hello，大家好，我係香港辣媽。我哋呢間鋪咧喺元朗其實已經開咗有12年㗎啦。由當初最開始嘅800尺細鋪，到依家喺西青街嘅2000幾尺嘅鋪。由以前淨係做川菜、湘菜，而家加入咗好多街坊中意嘅豬煲、煲仔飯，都好感恩街坊熟客仔們呢12年嚟當辣媽呢度係自己嘅飯堂。因為我哋嘅菜品全部都係堅持新鮮現炒，一定要有鑊氣，餐廳有人情味，有煙火味。好似我哋嘅招牌酸菜魚咁，堅持每日都係由供應商新鮮供應到我哋嘅工廠，再由我哋工廠嘅師傅每日早上將魚片片好，再送到我哋門店。街坊好多都唔中意食太辣、太油、太濃嘅口味，我哋嘅酸菜魚進行咗好多次改良，而家酸菜魚已經變成咗街坊嚟辣媽必食嘅一道餸。呢5年我哋都冇加過價，冇加價嘅主要原因係將所有嘅成本都把控喺我哋自己內部營運成本上，務求做到降本增效。其實辣媽喺創業開第一間鋪嘅時候，由於自己完全冇餐廳經驗，頭1年冇生意真係非常困難，當時好多朋友勸我放棄，但係我自己一直想堅持做好餐廳。後嚟我陸陸續續調整產品架構，優化產品出品同口味。好多謝街坊咁多年對辣媽一直嘅支持。接下來我哋會繼續努力 keep 住做好每一道餸，服務好每一位顧客，令街坊們嚟到辣媽都有好嘅就餐體驗。